為咗唔會有市民因為經濟嘅原因得唔到適當嘅醫療照顧，醫管局設有醫療費用減免機制。醫療費用減免嘅對象主要係非符合醫療費用豁免資格人士嘅市民，包括低收入嘅人士啦、長期病患者啦，同埋貧困年長嘅病人。佢哋可以由醫務社工或者社工處理醫療費用減免嘅申請。社工喺處理醫療費用減免申請嘅時候，會以家庭為單位做經濟評估，當中考慮病人家庭嘅收入同資產，亦都會考慮病人有冇一啲非經濟嘅因素。如果經濟通過審查，病人會獲得全額或者部分減免。現時病人嘅資產如果係合格嘅話，而家庭收入低過入息中位數嘅50%，就可以獲得全額嘅減免。如果佢嘅收入係喺50%同埋75%之間呢，就只能夠獲得部分嘅減免啦。而如果係喺75%以上呢，就唔合資格啦。明年優化之後呢，總括嚟講，多咗病人能夠符合資格獲得減免。另外，對現行合資格嘅部分病人所獲減免亦有所提升嘅。新政策下，我哋會用家庭每月嘅入息中位數，唔包括外籍家庭傭工做基準，將上限由75%調高到100%。如果響75%以下嘅人士啦，資產合格就可以全額減免；而75%以上去到100%咧，亦都會有部分嘅減免嘅。為咗加強對缺乏其他支援嘅一人家庭嘅援助，佢哋嘅入息限額更加會放寬到入息中位數嘅150%。至於資產，我哋會改用申請公屋嘅資產限額，每位長者家庭成員可以獲提升168000嘅資產上限嘅安排會維持不變。呢度顯示醫療費用減免機制現時同埋明年優化之後所採用嘅收入同埋資產限額對比嘅一啲例子，俾大家一個參考個案啦。呢個係一個一人家庭，每月嘅總收入大約有15000蚊，資產係有28萬。原本收入係超過中位數嘅75%，即是係7950蚊。資產又過咗41500蚊嘅限額，唔符合資格獲得減免嘅。但係放寬之後，收入嘅限額放寬到15150蚊，而資產嘅限額咧更加放寬到291000蚊添。佢無論喺收入同埋資產方面咧都唔過限額，變成咧都可以獲得部分嘅減免。再俾多個例子俾大家，呢個係2人家庭。家庭每月嘅總收入係16100蚊，資產係有8萬蚊。原本佢嘅入息係響50%至75%之間，即係話響10750蚊至到16125蚊。而資產嘅限額咧係唔過85000蚊嘅，佢可以獲得部分嘅減免。但係放寬之後，如果佢嘅入息係唔超過75%，即係話16950蚊，而資產限額係響291000蚊之內，就可以獲得全額減免。呢位病人無論響入息同資產方面都唔超過全額減免嘅限額，由原來嘅部分減免變成可以獲得全額嘅減免。